做唔好 Warrior 3並唔係你嘅腳唔夠力，係你對動作嘅認知。第一係我哋後腳做 hip extension 嘅能力 recap 一次，呢個係 flexion，呢一個係 extension。企喺度嗰隻叫支撐腳，我哋要後腳嘅大髀後過支撐腳。測試一下啦，試下身體好穩定，淨係後腳去做 extension。要留意身體盡量保持穩定，並唔係我腳鬆後嘅時候身體會向前走嘅。咁樣係冇做過 extension， 咁樣先係。第二就係核心嘅穩定性啦。當我哋身體重量變成單腳支撐嘅時候呢，我哋身體唔會左搖右擺嘅。好多核心嘅訓練呢 Pilates 動作會幫到手。第三就係我哋 shoulder flexibility 啦。先測試一下喺身體好穩定嘅狀態之下，可唔可以將雙手舉高，舉到好直指晒上去天花板。而大部分人如果慣咗咁樣工作嘅時候呢，舉起雙手佢哋會變成咁嘅，會縮膊啦。除咗呢三個因素，進入動作嘅次序都相當重要。我會避免一開始就將手伸向前，原因係大部分人嘅膊比較緊，掹隻手向前就會構成呢一種張力。呢一種張力咧就會喺平衡動作變成一股拉力。當我腳一離開嘅時候咧，手好似一支箭咁樣篤落地下，影響平衡。想更有效練習 yoga 動作，歡迎參加我 online class， 透過 Pilates 幫大家打穩個底，穩定核心，令到我哋喺 yoga 嘅動作更加能夠安全有效咁發揮。逢星期六香港時間4點半，我哋一齊練習。我哋一開始穩定咗自己嘅核心，後腳開始做 extension。當 extension 嘅角度越大，我哋嘅身體會慢慢向前，按住自己穩定到嘅能力停留，大概身體同腳最好係水平線嘅。喺呢個位置，我哋慢慢將手伸出去。